蒼天不該行於痴心愛侶，人難遇遇。分開是不。两位小姐姐是你们打的折吧？是的。尾数是多少3980。3折。后面吧，你车坐前面吧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的风！等会儿还搞一手真的价钱了。加！那你想一想，我的名字叫什么？不是狗子吗？对呀，你刚刚说狗子。狗子走吧。名字都一直没搞对。不是狗子吗？叫啥？我看一下，我搜一下。可以。头一回被人认出来，然后一直名字都不叫对。我这不是老了吗？一下子记不起来了。这一首歌听过吗？啊，我就喜欢这首歌啊。就这一首是吗？啊。小编曲吗？也用風飛想法披甲，眼裏想法一絲恨怨，像要教授我，你此生不變，未遇今次痛，匆匆眼線。悠悠戚戚重幻不斷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。是說痛心你怎不心軟，唯有堪心仔獨講一遍。蒼天不該行於痴心愛侶，人難遇遇。分開是不可改變，但更珍惜一刻無前。可知分開越遠，心中地裏更多掛牽。可否最痴身一片，就算分開一生不變。分分忽忽多次失戀，怎怎推推想到從前。讓我再問你，問多一遍，變了不知哪一天相見。多謝。可以走了吧？可以了，行啊。啊！